接下来第八节目是合唱，那是合唱。这个合唱是由严宜通先生带领，伊的内底有一个赖品珍，赖品珍已经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，伊拢做的片，她顶下要唱的第3甲第4拢伊的作品。本来有一个吴珊珊，伊是咱卡拉 OK 比赛冠军，因为伊拄好重感冒，所以袂得来，道歉。接下来有卢随人、唐雅丽，这是严宜通先生带领，而且有阵啊，就严太太、陈琼英，来给来钢琴伴奏，还有赖品珍。现在就由严宜通先生他们的合唱团出场，谢谢。我说的是，伊是咱的宝贝。这首歌呢是陈明章做的词曲，很好听，所以后来我就把它加进了合唱。那我们听听看。就是夜光哈。